新城要理問答。問題五：上帝還做了什麼？答：上帝用他大能的話語創造了萬物，他所做的一切都甚好，萬物在他慈愛的治理下欣欣向榮。問題六：我們如何榮耀上帝？答：榮耀上帝就是以他為樂，愛他，信靠他，遵行他的旨意、命令和律法。問題七：上帝的律法有怎樣的要求？答：上帝的律法要求個人全然、永遠的順從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上帝，並愛我們的鄰舍如同自己。上帝禁止的永遠不做，上帝要求的常常去行。問題八：上帝在十誡中陳明了哪些律法？答：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上帝，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作什麼形象，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，當紀念安息日，守為聖日，當孝敬父母，不可殺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，不可貪心。